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个全民普发到6000块，今仔日开放登记咯。啊，每一间银行为着要抢人客，是推出着袂少的优待，要互6000块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像这个中国信托，就甲便利超商来合作，推出着商品的优待券。啊，若富邦银行只要成功来登记入销，就会当抽600块的现金。另外，包括着玉山银行，包括着国泰世华银行，嘛拢有好康的要来相送。啊，今仔日是身份证的买号0甲1的民众抢先来登记，4月初10开放自动提款机来领钱。啊，若4月17日通啊到邮局去领6000块。伫咧网络顶写基本资料，6000块现金得当随入销。普发6000元，22号开放登记了，各家银行也推出优惠，要来抢客。直接汇购网络银行来办客，有机会抽 iPhone 14，直接换一支新的手机啊！登记中国信托银行送 7-Eleven 商品优惠礼券，佮加码送统一的点数，佮上济6000块的礼包。富邦银行登记入销得当抽现金600，上济1000位来抽，大人上济有500抽奖机会。等于家长上济当替4个囡仔代替领。啊，玉山银行是只要完成活动的登录，得当参加年是4.38派美金优利定存。另外，国泰世华银行近18万登记者指定通路入信用卡，上悬会当回馈3.5%。6000元入账之后，我想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思考，接下来6000元可以怎么用。有一些银行在这个期间都会有指定的一些回馈的通路，然后大家可以去选择，先思考完你要花什么，然后用数位支付、信用卡，一方面可以赚取高回馈，然后一方面可以更精准的消费，不会说你6000元放在你的钱包里面，你一次就要花完。普发6000块，想要领到更加多，民众都要斟酌定算盘，为了避免网站会塞车，照身份证尾数分6天做登记。今仔日首先是0+1，续落来会慢慢开放。不过，敢若认 GOV 的网络地址，较袂去登到诈骗网站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